可能咧最近大家都有睇新聞啦，CeraVe 呢個品牌咧俾人告喎，話咧佢哋嘅暗瘡產品咧就驗到有品呢個超標。成件事咧可能大家都會諗啦，咦係唔係真係呢個品牌有問題呢？點解呢個測試只係針對住佢嘅？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根本就唔關呢個品牌事啊，而係咧一個好多暗瘡護膚品咧都會放入嘅成分 benzoyl peroxide， 我哋或者簡稱係做 BPO 啊。嗱，呢件事嘅開始咧係有人咧將 CeraVe 嘅產品咧進行一個實驗，就將佢擺喺一個攝氏50幾70度嘅實驗室，再連續焗足佢18日，而最後咧驗出咧好高濃度嘅苯成分啦。因為咧有非常明確嘅數據顯示出啦，當 BPO 處於人體嘅溫度大概36、7度啦，原來苯咧被釋放嘅速度咧係開始會加快嘅。正如實驗室咧佢嗰度嘅結果啦，溫度越高，釋出嘅苯咧嘅濃度就越高。咁咧其實苯咧確實係一級嘅致癌物，係專門攻擊我哋嘅骨髓啦。持續使用或者大量使用咧，可能會引致血癌。不過大家又唔需要話好恐慌咯，因為目前咧全球嘅皮膚科醫生同埋醫學會啊，包括美國皮膚科學會 AAD 暫時都未有暫停咧呢一個 BPO 嘅使用咯。咁咧撇開暗瘡護膚產品啦，其實咧苯咧本身喺我哋日常生活咧都無處不在㗎。咁當中包括有汽車嘅廢氣啊、二手嘅煙啦，甚至乎咧係燃燒啲香薰啊、煤氣爐煮食啊，或者甚至乎新裝修嘅板塊材料啦，其實都會咧放出一啲嘅微量嘅苯咯。其實根據耶魯大學研究發現啦，其實 BPO 嘅產品咧，只要佢放喺0度嘅冷藏嘅溫度之下咧，就會顯著抑制佢嘅形成㗎啦。所以平日咧可以將你嘅 BPO 嘅產品放喺雪櫃度做保存咧，就可以大幅減低苯嘅形成。嗱，如果你遇到暗瘡問題，又唔想睇醫生食藥，更加唔想承受產品成分嘅風險，嗱，可以留言㗎，睇下有冇咩嘢可以幫到大家。今日我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講，拜拜。